主后2025年10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好年的5期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以西结书32章第1节到3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32章。第12年12月初1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为埃及王做哀歌，甲伊讲：你想讲家己伫列国中是少壮的狮，其实你是害年的海怪。你伫江河拍喷，用骹拉水，互河水变落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伫真侪国家的人民聚集的时，我要拍我的网，甲你掠起来，叫因甲你拖上岸。我要甲你ฮ็伫涂骹，等伫野地，互你做空中的飞鸟，甲地上走兽的食物。我要甲你的身躯等伫山巒，用你烂去的尸体，甲山谷吞填。我要互土地啉你的血，互你的血淹到山岭，种满江河。我消灭你的时，要热崁天，互星辰乌暗。我要用蜜粉热日头，互月亮嘛袂发光。我要互天顶的光体袂阁发光，互你的土地陷入乌暗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：我互你伫列国中灭亡的消息传到你毋捌的国家的时，我要互遐的人民的心惊吓。我伫列国面前人刀剑的时，因的人民要因为你惊吓，君王嘛要因为你尿尿喘。你倒坏迄日，因拢要为着家己的性命，不时皮皮喘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巴比伦王要举刀攻击你，我要用因的战士消灭你的军队，因是列国中上凶恶的。埃及的夸耀要彻底消失，伊的军队要灭亡。我要杀死河边的精星，无阁有人甲精星用水拿河水，互水落去。迄时，我要互因的河水清清，互河水亲像油宽宽流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：我互埃及塌方，土地无剩半项，甲伊的子民拢杀死的时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这是一首人哀伤的时唱的哀歌。列国的女子要为着埃及甲伊的人民唱这首哀歌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：第12年某月的15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为着埃及的群众啼哭，因甲其他强国的人民要受迄落地深的所在，甲遐已经伫阴间的人做伙。你着对因讲：你想讲你上水哦，你落去深坑，去甲无受割礼的人做伙。因要甲遐个互刀剑杀死的人倒做伙，倒已经出手。埃及甲伊的人民拢会互人杀死。伫阴府上强猛的战士要甲埃及以及甲伊结盟的国家讲：遐个无受割礼、互倒杀死的人，拢落来倒伫遮。亚述甲伊的战士拢伫遐，伊的战士待伫四周围，因拢互刀剑杀死。因的坟墓伫阴间极深的所在，伊的战士待伫四周围，因拢是互刀剑杀死的。
因在生诶时，人非常惊因。伊兰甲伊诶战士拢伫遐，伊诶战士待伫四周围，遐个无受割礼、互刀剑刣死诶人，拢落伫阴间。因在生诶时，人非常惊因，打死了。因甲所有死诶人相款受侮辱。伫互人刣死诶人中间，因为着伊兰做一顶面床，因诶战士拢待伫四周围，因是无受割礼、互刀剑刣死诶人。因在生诶时，人非常惊因，打死了。因甲所有死诶人相款受侮辱。米色、土巴甲因诶战士嘛伫遐，因诶战士拢待伫四周围，因拢是无受割礼、互刀剑刣死诶人。因在生诶时，人非常惊因。因无甲遐个古早诶勇士做伙埋葬。遮个勇士带军器落去阴府，刀剑做枕头，做刑罚嵌伫因诶骨头顶。因在生诶时，人非常惊因。法老，你要互人碎骨分尸，倒伫无受割礼、互刀剑刣死诶人中间。以东嘛伫遐。伊诶王甲所有诶领袖虽然是勇猛诶战士，毋过嘛要甲无受割礼、互人刣死、甲落阴间诶人倒做伙。所有北方诶领袖甲西顿人嘛伫遐，因诶权势捌互人恐慌惊吓。但因嘛甲无受割礼、互刀剑刣死诶人做伙倒伫阴间受侮辱。至悬诶上主讲：埃及王看见遐个国家会灭亡，会为着互倒刣死诶军兵感觉安慰。虽然我捌用埃及王互世间人惊吓，毋过伊甲伊诶军队嘛拢要甲遐个无受割礼、互刀剑刣死诶人倒做伙。至悬诶上主安尼宣告。何年诶五鱼，以西结书32章第20讲到，埃及王就亲像何年诶五鱼。五鱼伫中文和合本译做大鱼，和合本2010年版译做海怪。伊甲和合本以赛亚书27章第1节讲到诶五鱼有所不同。1651年，英国政治哲学家借用以赛亚书中间诶五鱼写做利维坦一书，譬如威权诶国家。但是无论是以赛亚书象征极悬诶五鱼，也是以西结书象征混沌力量诶五鱼，最终拢要受上帝拍败。上帝透过先知以西结来警告埃及王，伊伫埃及诶统治其实是迷茫茫，伊不过就亲像是用骹伫拉何年诶烂土，互伊混沌诶五鱼，带来是混沌，毋是特殊。最终埃及也会遭受巴比伦诶入侵败亡。今仔日是中华民国诶国庆日，伫114年前诶今仔日，却是一个混沌诶日子，毋是欢庆诶日子。伫武昌起义诶第一日，参与革命者并毋知影革命是毋是会成功。对着革命军骹步徛在各地响应对抗清国，
但是后续各地却发生满洲人被屠杀的事件。就算伫开国纪念日的1912年1月1日，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，各地也是伫战乱中。直到2月12日，袁世凯必须宣统皇帝发布退位诏书，战乱才告一段落。总是对着袁世凯伫1913年10月初10就任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，用专制手段接管政权，这个新国家阁面临一连串的动荡。现今真侪台湾人甲中华民国等同是台湾这个国家，但是114年前的中华民国，伫政治上和台湾并无实质关系，因为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。1912年7月30日，大正天皇即位了后，无亲像明治天皇安尼直接掌控政局，加上1912年底到1913年初的大正政变，日本逐渐确认政党政治，迎来大正民主时期。包括台湾在内的殖民地也采取民主方式治理。1932年，日本首相克永nghĩa被暗杀，日本进入军国主义的时期。台湾后来也受卷入伫第二次世界大战。1945年，日本战败，中华民国政府接管台湾。1949年，国民政府因为国共内战失利，撤退台湾，为维系党国权力，以威权统治台湾。伫民主前辈奋斗下面，1996年3月23日，人民直接选出家己的总统，台湾才算进入真正的民主时代。国家是全体国民形成的共同体，却可能受到少数人把持造成混乱。因为早期国民政府的威权统治带来真侪伤害，到今也有真侪台湾人对中华民国的象征，亲像国旗、国歌和宪法，真反感。求主怜悯，互台湾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带予人民福祉，较毋是伤害甲重担。日常，我对国家的想象甲认同是甚物？怎样的国家是一个好，还是歹的国家？我对国家的想象甲认同是甚物？怎样的国家是一个好的，还是歹的国家呢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求你互台湾这个国家行伫公义甲真理的道路，谦卑寻求你的旨意。求你引带台湾远离骄傲与混乱，建立合你心意的社会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